電視機旁邊同埋現場嘅觀眾，剛才大家都聽過3位發展商咁精彩嘅介紹，而家就輪到公開諮詢嘅環節啦。公開諮詢對我哋今次嘅評選係好重要㗎，好歡迎大家俾意見，大家嘅意見係好重要㗎。為咗公平起見，每人有3秒鐘發表佢哋嘅意見㗎。好，開始，你啊，1、2、3啊，你嘅意見真係好寶貴嗬。哎呀，時間又夠啦，因為時間嘅關係，你哋所有嘅意見我哋已經預先準備好晒啦。但係如果你仍然係想俾意見我哋嘅話呢，就可以 click 入去我哋嘅網址，冇錯啦，就係下邊呢一個啦 www.info.gov.hk/ar/yho/tvb:/cr2 蛇仔 E 等於 mc².net.net.com.lv.hk 㗎，冇錯啦。但係如果你冇腦，哎呀唔係，如果你冇電腦嘅話呢，就可以打電話去我哋嘅留言信箱900600918，每6秒我哋係會收取唔多過200蚊嘅手續費㗎。另外你亦都可以將你哋嘅意見用 SMS send 去我哋嘅手機。香港嘅朋友可以打去900601111，內地嘅朋友如果係使用唔動嘅呢，就可以打去9998866，如果係使用唔通嘅呢，就可以打去666889999，再將你嘅意見發送到去我哋嘅互動諮詢專線，然後再按指示輸入意見。晚安，晚安 ，Good evening， 歡迎使用西九龍華星互動諮詢專線。為咗確保我哋嘅服務質素，以下嘅對話內容可能會被錄音。請選擇語言，粵語即按1字，國語即按2字，英語即按3字，手語即按4字，唇語即按5字。男人即按1字。女人即按2字，其他嘅即按3字。對唔住，你輸入嘅資料唔正確，請重新輸入。重複指示請按0字，返回儲目錄請按井掣。食肉嘅即按1字，食齋嘅即按2字，咩都唔食齋飲水嘅唔該按3字啊。發展商即按1字。對藝術毫無興趣嘅發展商即按2字，同藝術家冇任何利益關係嘅發展商即按3字，有不多於5位或以上嘅家庭成員唔係發展商嘅員工即按4字，家庭成員有不少於1位或以下又唔係藝術家嘅發展商即按5字。支持單一招標請按1字，同意單一招標請按2字，接受單一招標請按3字，贊成單一招標請按4字，唔反對單一招標請按5字，歡迎單一招標請按6字，接納單一招標請按7字，欣賞單一招標請按8字，喜歡單一招標請按9字。反對單一招標嘅請按1字，再按7字，再按星際2字，整齊1字，然後再輸入你身份證號碼頭6位數字。如果你身份證號碼係有個 A 字嘅話，請用星際代替。等待確認之後，再將你嘅年齡乘2減3除4再開方。記得係先乘除後加減喎，之後再扣除最後嘅6個小數位，再用4寫5入法輸入數值，然後再輸入你48個位嘅電子證書密碼。對唔住，我哋收唔到你嘅指示，請重新輸入啦。你嘅電子證書密碼係。正確嘅話請按2938704，唔正確嘅話唔使撳，更正嘅話請按星際286次啊！我哋喺度核對緊你嘅資料，請你等一等。號碼係57651，你嘅輪候時間係38765萬光年。對唔住，我哋嘅線路仍然係好繁忙，請你等一等，我哋繼續核對緊你嘅資料。號碼係98756萬兆億年，你嘅指示係支持單一招標，多謝，拜拜。